观众朋友，今日讲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其实阿明哥吼，常常我倾向一种人，你讲一种人哦，伊这个写文章地步，又可以写出啊，能讲美食的历史啦，唔单止讲美食的味道，也可以写出美食起码个派别，好，同时也很用某个厨师的来源很用的。那同时呢，伊又可以把伊的上司，吼，我们讲伊的啥去啊，伊的来源历史查得几清楚。最倾向的人，因为吼，伊唔单止许多的地方可以好去了解嘅地方，同时伊是的美食，同埋唔单止讲，那是的好食唔好食，伊嘛可以同人讲出，也美食，但是伊也要来源係乜嘅。你今日有唱到咯，如果係也要伊的客人，你顧家尊，你啲好朋友嚟同我現場，如果我同人分享講，伊係用嚟去了解到美食的來源，同時用嚟去探查伊的上司的來源，我哋馬上翻嚟今日來賓，我哋顧家尊博士，家尊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顧家尊，我來自於花蓮，現在住在屏東。咱看我的那個家尊博士也為一個合法的提供，其實伊講係海陸強啦哈。那是不是跟我們觀眾朋友先介紹一下你自己？我現在在屏東科技大學研究總中心服務，擔任研究員。我一直以來對於屏東是一個很陌生的一個環境哦。那正因為這個工作來到了屏東。那我跟屏東的緣分，實際上是從自己的阿公開始，他就因為軍醫的身份，一路從北投軍醫院派令到屏東的救濟院，啊，後來也在地就自己開了海豐醫院。那也因為後續的遷徙關係，所以我們整個家族又移到了花蓮。所以今天我們在現場看到的一些您所帶來的，譬如說阿公的一些照片以及他的派令。然後應該說，為什麼當時會特別對阿公來到海豐這邊開醫院這件事情感到有興趣？我在2年前，事實上對阿公的這些遺跡是很陌生的。那主要是在2年前，也因為他高壽，回去了就過世了，所以就有了他的很多的遺物。那從遺物堆裡面，實際上可以看到一個人一生中他的那個生命歷程。那因為所有的遺物照片啊，或者是一些紀念冊，都在我身邊。我學一個文史背景的人，我該怎麼來應用？所以我就開始去整理它。從民國36年以來，在台灣的一些行醫的路徑。那尤其是民國38年，差不多就已經到屏東，但是40年到44年之間就已經在屏東有那個開業證明，就是開那個海豐醫院的證明。那也因此我就按照這些地址跟裡面提到的醫院診所，開始去尋找它所在的位置。那也因此就帶着我就覺得屏東好像跟我的關係就更密切了。可其實來到屏東以前，你頭都講係做醫生嘛？那你們是一直都在住在花蓮嗎？還是從別的地方搬到花蓮去的？從以前的新竹莊，現在的桃園楊梅。那我們在營盤角這個地方是在地的古姓大家族。那後來因為軍醫的那個身份就必須跟隨軍隊嘛，所以就一路到屏東，又到花蓮，所以最後我們整個家族基本都在花蓮。像阿公在花蓮就開了回春婦產科，他從省立醫院的主治大夫又變成了診所的自己的一個負責人，所以後續他就也讓自己的下一代，我的伯伯啦，那個家人們其實都跟醫跟藥都是有關聯的。因為其實對認識嘅家尊博士係以前以來參加的那啲綠隊設計人，講我哋只係幾貼片都講，當初家尊博士同我哋分享講，伊係用我哋嘅紙漿，去印喺睇我哋嘅櫃板嘅上面。其實好多人問講，家尊博士，你那個時候有印象的就是說，你會教我們用紙漿把它印在櫃板上嘛？然後你也告訴我說，那個時候你們的論文好像就在做櫃板這樣子的一個論文內容，是不是？是的。我那本論文叫做《台灣龜圖像記物文化全解》，那最主要它是希望可以把台灣的那種烏龜圖案的祭品，然後收集起來，然後當然裡面會討論到所謂的地方文創。其實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機緣啊，就是我在
在台北读书的时候，那我刚好跟一些艺文人士或者是一些展场博物馆的策展有一些工作上的接触，那就会知道说，在2005、2006之间的那种文创市集的发展，很兴盛，所以我就写了一些资讯，然后履历去争取可不可以去摆创意市集的那个机会。那也因为有了这个市集的摆摊，让我开始去研发自己的有关昂古柜的那种龟板的那种产品，所以就会用纸浆压模，然后复印，也是希望可以让一般人在吃龟板的时候，可以去近距离的欣赏上面的包含中间的吉祥文字啦，它龟壳是六角菱形之外呢，它会带一些水果花草。然后接着它就会有一些头跟尾前5爪后4爪啦，五湖四海这些吉祥寓意的一些符号在上面。那因为在做这些食物创作吃的也好，或者是文创也好，那我们就开始需要有背后的那个背景知识，开始去涵化它，让它更有一个焦点所以到了博士论文的选择，就希望可以把乌龟的图案，是不是可以把它形塑出台湾最具特色的那种文化意象所以才会有后续跟所谓的工艺师合作，跟糕饼店师傅的踏查，然后到菜市场里面去帮忙，然后开始了解，原来台湾的那个做龟板也好，或者是用其他媒材做的乌龟也好，它事实上都有很多的历史的沿革。所以从这些沿革里面，就刚好可以整理出我这一本论文就包含它的文献，它的工艺、工序、制作的一些概念，比如说，为什么用甜的糯米糕要捏塑成一只立体的乌龟，或者是有一种媒材叫做凤片怎么去捏塑，或者是到很后期怎么用罐头跟米米粉去堆出来。那我就变成是这个论文其实是一种记录性收集，然后让它更有一个结构来看台湾的从昂古龟龟板到立体龟的一种脉络。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它其实涵盖的面向很大，所以说它是不是要做很大量的田野，甚至是很多都要去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实地观察？我读了6年的博士班，也确实这6年。从第1年就开始收集，其实因为是兴趣嘛，所以随时生活里面，只要到一个县市有菜市场有饼店，就会进去探问一下。那当然到了2、3年级之后，就开始有一些计划就要出来，所以就会去广东然后去福建甚至我会把台湾的离岛金门、马祖、澎湖都走了一遍。那当然因为一个人的体力有限所以也是以几个很重大的民俗祭典为主，比如说2月2的伯公生就会有北部跟南部的几个重要的祭典活动或者是正月15在台中东市的新丁板节或者是嘉东的福场它事实上就会有在地的那种龟的产品的生产出现所以我就会按照这样的时序开始去走这些的地方，那所以就用了2、3年的时间，然后最后把台湾跟闽南地区做了一个对比，所以我曾经有单篇的论文就写到那个台湾的龟板到底跟福建的差异性有多大？那其实，在传统面来讲，它的差异性没有这么的明显，原因是因为清朝我们很多的材料都还是从中国大陆来所以他们的一些物啦、石头啦、木雕啦，事实上影响性是直接带过来的。但是到了那个中间的那个横沟挂起之后，其实这两岸就会有很多的工艺重新整理的一个机会，就是怎么来展现自己因为大陆的工艺师没了，那台湾的工艺师就会有自己的表现的方式所以它就会产生70年代之后台湾就开始有比较多属于自己风格的那种纹路。嗰陣我哋談開來，其實幾多我哋當初對中國傳來一啲技術來講法，不管是我們的龜板啊，或者是那個板藝之類的，其實在很多的所謂的
工艺技术方面，其实真的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分野，就是说后来当中国的技术没有再输入之后，台湾本地就是开始会有工艺家开始去创作自己的一个算是他们的工艺的新的方向。那可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等于说你等于是中国的附近的很多的省份，你也要去做田野？龟的这个特质就刚好是仅存在福建沿海，所以我觉得它跟台湾的那个连结度的关系就更集中了哦。因为我在中国大陆的2-3本有关糕饼印模的专书，那他们都直接把龟这个图案当作是闽南或者是台湾专有的那种糕饼图像，所以这也让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更了解，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这边有。那也就是在这个龟之外的物件呢，我们就可以更了解它的那种跟龟文化、海洋文化的差异性就凸显出来了。好，所以我大概是集中在闽南沿海，到了广东区就比较少了哦，因为到了广东可能那个陶子型的那个陶板就更容易被使用。哦，这可能也跟地方的那个传说故事有关，比如说台湾曾经有那个陈岛的过年的那个传说，然后就有大乌龟跟台湾的关系，然后乌龟载着八仙渡海的故事，这其实都是有关联的。可是看好来的，我能讲开平常的龟板，其实原来喺台湾的福建啊，吼，这边那么有，同时到台湾以后，到开始嘅大陆嘅一啲工艺是冇办法来到台湾的时间，台湾都慢慢的发展出自家无腔嘅风格。休息一下喎，等下我哋話嗰度好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上一節目我哋來自花蓮，但是佢喺咧屏東嘅顧家俊博士同佢說明當初嘅伊嘅博士論文係樣寫嘅。那一部分我想想問一下，因為你頭都有講，其實你寫論文嘅時間，向中國嘛去嘅嘛，中國嗰度地方，然後我哋咧台灣嘛去嘅嗰度地方，佢最重要嘅講，因為你嘅資料其實要有幾多嘅記錄，像這樣子的飲食記錄的一種算是習慣嗎？或者是算是的特長啦，是怎麼樣去養成的？一定有它的那個關聯性，就是在做研究的路徑中，我比較希望是一種親身歷驗，就是親自到現場看到了物件，然後去佐證我自己的經驗。那這樣子的一個學術的涵養的歷程，也帶到自己的生活，所以對於吃這件事情，我其實很專注在每一個食物食材，甚至是廚師跟餐館的那種形式也好，或者是它呈現的氣氛，它背後的師承的流派也好，都會做一些觀察。那當然有這樣子的一個習慣是在台北淡江讀書的時候，有一個老師他是來自於越南廣東大埔人。何金南他詩人的名字叫做尹林。那他事實上在很年輕的時候，18、19歲就開始在歐法形式的那種餐館在學習經驗也吃了很多世界各地的所謂米其林級的餐廳，但是他所謂的吃並不是單純去享受。他會去認識這個廚師，可能會是從意大利的某間餐廳調到了法國的哪間餐廳，又調到了中國的上海的哪間餐廳。他會去跟着一個他喜歡的廚師，去跟着他的歷程，去發現他每一個時期的轉變。那就會讓我覺得，原來對於吃的討論，不見得就是你今天餐桌上，而是在背後製作者他的生命歷程，他就會影響他今天的一道菜。那也因此讓我在自己的旅行中不見得隨時可以米其林等級，但是在一般小吃的餐桌上，我就會去發現原來在這個一碗麵裡面，它帶着某一些川辣的味感，可能是因為他的太太是四川人，四川的哪裡又會影響，可能是重慶或者是成都。
可能会多一点点皮酱，或者是多一点点的某些的味觉也好，所以它就会让一碗面不单纯只是一个川味的面条，所以我就会去用这样子的态度来去探索吃的这个意义。所以美食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研究，或者是说它是一种文学创作中去发现它那种很真的很纯正的那一种滋味。常常我看到有人就讲到，哎呀，米头已经不是当初的米头哎，我常常会想说，什么叫当初的味道？当初的味道在哪里？那是不是假如说我们以后要做这样，就是说对于美食的评论有兴趣的人的话，那是不是我也真的要开始去丰富我们所谓的正统的那一部分的一个资料，或者是说经验呢？对于吃的研究，很多人在做，但是可以找到过去吃的文化的笔记也好，或者是文化的研究也好的人，可能现在比较少，因为大家可能仰赖网络讯息的资讯更快速。那我会比较多一点去找，比如说中国面点史啦，或者是台湾小吃研究相关的这些报道文，尽量找早期，因为越早期当然就会跟越当初的物跟味觉的感受是更接近。那当然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的整合，再加上自己可以去梳理也好，就是说你能够用更开放的概念去整理一道菜的那个过程、制作过程，或者是说它背后厨师所深具的所谓的变与不变的关键。比如说我在高雄汉来饭店访那个台菜馆的主厨，他就说早期的三杯鸡也好，三杯什么肉也好，那它事实上是不一定会有九层塔，但是到了某一个时间，九层塔它变成它味觉很重要的存在的时候，变成现在只要谈到三杯就等同有九层塔，所以它就会有一个时代的转革中，我们怎么去发现这个变跟不变的关系，然后变了之后会不好吗？其实不见得会不好，所以我们怎么去调试说这个存在的时代意义？因为按照谈好了等于讲，其实也后背一啲我们讲紫色其实爱过杂啦哈，但是有点问题的讲，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到小吃摊去问，然后觉得小吃摊这个小吃摊很有特色，然后我们就会问他的从哪里学的啊？可是我常常会觉得说，怎么去验证他讲的到底是对或不对，或者是说他所学的那个研习其实也不是那么的正统，或者是说他其实可能是旁支，怎么去验证这种？譬如说他可能已经名不见经传，他就是一个小吃摊。那一般来说，这样子的一个饮食分类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算是案例之类的呢？所谓那个江湖一点绝，或者是在传承的过程中，师傅总会藏一手这一件事情，好像很常听到哦。那味道当然就会不断的随时代一直在变，但是我们在访谈的时候，有时候会去问他这个资讯的来源，或者是他有没有愿意多说些什么。比如我这段时间在屏东枋寮在做饮食调查的时候，有一间叫做摇滚车园。那因为他们3代人都同时都有故事啊，然后第2代的人也朗朗上口的他的那个公公告诉他的典故，所以就会知道那个车园掐夷这个食品，事实上它完全是在东港是存在尤其跟东港的像哥伦咖、火灵哥、茯苓糕，它是同一个脉络中产出的米食，所以在他们的转述里面，我就会信任，因为他们本身是东港移民，然后本身就是在那个时代存在的人，所以这个资讯正确的判读就会很明显。那如果说比较含混的，比如说这个没有啦，都是自己来的，或者是自己改变、自己创造、自己创始的，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保留的一个心态。是，那你讲下就太多啲啦，因为其實有啲位認真係都唔掂咧，學寫學來嘅，嗰所以其實嘛講唔出佢哋幾清楚嘅。因為我哋今天我哋現場有帶一本《味有餘》這本書哈，那其實裡面講的是其實是比較屬於我們眷村的菜，算是菜後面的故事啦哈。那你是不是跟我們觀眾朋友先說明一下《味有餘》當初怎麼會有這麼一本書啊？
这本书是文化部的一个青影合创的计划，那时候是打造飞行故事聚落的一个结案的一个专书报告。那这本书里面最主要是在3、4年之间就是把屏东胜利新村里面生活的一些眷村耆老，那希望他们把眷村馆舍跟自己的生活故事可以做一些陈述，那也当然希望把自己家乡味可以保留在这本书里面所以我们在里面就有了非官的故事日常的滋味啦，族群的家乡味啦，生活记忆，那也用10个篇章来记录了11个人当然是做挑选后比较不同类型的故事集结在一起，然后后续还会有9篇关于那种小吃点心的料理，或者是一些店家的记录。那也希望这本书的产出可以让别人不见得眷村的味道一定都只有包子馒头，它可能会有大江南北的滋味所以我们在访谈的时候就会感受到原来来自上海的大姐那个80、90岁的大姐，原来他们的生活是吃糯米饭她在搭船来台湾的时候就觉得台湾好像很穷，没有米，扛了1袋米，结果到了台湾发现台湾的米很好吃，所以就开始卖起了做饭团吃饭团的生意也因为有这样子的故事，也补足了我们对于眷村文化不同面向。对，因为眷村真的是一个时代下面非常特殊的一个存在，尤其是在那个小小的一个环境里面，其实就住了各个不同当初从中国来各个不同省份的人，同时也把他们家乡味带进来。就刚刚你所提到的上海，那这本书里面还有没有什么故事是你可以跟大家做分享的？像我们那个10篇里面有11个专访的对象，那为什么会有11个人？所以有一组是对兄妹。那其实兄妹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其实他的相处的经验可能会不一样比如说妹妹的经验比较多都是自己生活，然后采摘那个美国樱桃，然后对于比较私密的故事比较多。但对于哥哥来讲，可能是比较跑外面的啦比较跟父亲的互动，比较跟大树、跟庭院、跟朋友的出去玩耍的故事，所以这2面反而是合在一起，就可以看到这个家庭所发展的样貌。那其实里面有几个很有趣的像有一个食物叫做馓子像这个饼原来有出现在屏东过我访谈后也问了很多在地人说这1951年的时候差不多就已经在那个胜利新村的路边就有在卖了，但是后来因为整个拆迁过程，他们就回到自己的本家，到公园路自己的店门口卖。那我们为了那个屏东市的那个眷村滋味的调查，所以就亲自到他们家，哇，他很热情的让我们从前一个晚上那个面条的泡制，隔一天一大早他跟太太2人在那个门口开始像卷那个麻花一样，但是非常细，然后油炸，然后我们就看着这个整个过程，原来馓子在屏东的乡间有，不然它可能在大城市，像台北的什么以前的中华商场，高雄可能吃砂锅的时候会用到，或者吃一些江浙菜也会应用到，但是在屏东竟然有这个安徽人制作的馓子饼，但是这本书的出版可能有点晚，就是在出版的大概前1年多吧，这个做馓子的这个大哥就过世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做这个书的记录时，那种内心的期待就是让他们的故事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没有错。其實無想到睇我哋啲簡訊地方可以看到按照無窮樣嘅一啲事物，尤其係我哋以前喺路邊嘛，有啲簡訊嘅呼吸嘅時間，從頭我看到太平啦，無論幾多我哋喊唔出來嘅嗰種味道，但是嗰種味道可能係我哋簡訊嘅一啲朋友一定對中國帶過來嘅。休息下我哋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
欢迎过来福起来的，上个节目我哋来自花莲，但是今日喺屏东嘅顾家俊博士来到了现场，同人分享一本书，旅游一本书，一本书底部讲嘅係我哋屏东嘅一啲建村底部，用伊嘅食物，還有伊嘅後部嘅故事。因為其實睇我哋屏東一幾年，屏東這幾年其實幾多故事，幾多嘅一啲地方都本人去發現出來。尤其係屏東其實算是一啲歸落的一啲城市啦，哈。雖然講我們講說是屏南啊、屏東在台灣的南部，但是其實屏東這個阿溝它本身有蠻深的歷史。那其實今天你帶來一本書叫做《穿越阿溝》，哦，那這本書看起來不像是一般的小說或什麼是文字體，但是它其實是一本繪冊。那是不是跟我們觀眾朋友說明一下，就是說，當初怎麼會有這本《穿越阿溝》的繪冊呢？這本書在幾年前，由屏東縣愛鄉協會啊，他們做總召集，邀請了屏東市的那個城市手繪老師陳信宏老師來做圖繪。那因為他當時就把整個屏東日治時期的地景做了圖繪的製作。那後來我們就覺得，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大幅的畫作重新用10種視角來畫成小幅的作品，那也邀請我加入作為文字的這個創作。那我因為對屏東的認識是很少的，所以也因為這次的這個計劃，也帶着我穿越了那個時空，了解到原來阿溝城內其實是有一個城中城包覆的那種感受。就比如說眷區是一層，大埔是一層，然後其他周邊的那種環境工業，生產區也好，它又是一個新的一個城郭的一個想象。那所以這本書在設計的時候是借由信宏老師的圖繪，然後我們在討論這10張圖繪排列的次序，那這個次序也就影響了我們可以借着這本書，帶着這本書去旅行的一個設計，因為有這個設計，我們從10張圖就可以從屏東車站做出發，然後進入到過去的日本時代的屏東市區，然後當然就會進入到莫廣廳、林森路的部分，進入到神社啦，或者是萬年溪，或者是周邊的一些糖廠、飛行場等。所以這些空間就變成是我們書跟生活裡面一個很好的一個連接的作品。像按呢無窮樣嘅出權同無窮樣嘅時期，睇無窮嘅地方，係的一啲存在啦，講都是變成了給人一個屏東一個樣貌。所以說今天拿着我們這個繪冊的話，就是可以跟着老師的一個算是繪圖以及您的說明，我們就可以跟着這樣子的一個繪冊，就是慢慢的去了解阿溝的算是前世今生嗎？這本書為什麼會從車站開始？原因就是因為車站對於屏東來講，就是一個串接資源的一條軌道。那從糖業、甘蔗的運送，這個阿溝車站就直接連到了高雄港，所以就是整個資源的連貫。再來就是周邊的那個糖廠，因為可以製糖、製酒精，也可以幫助日本軍機的那種原料的提供。那為什麼會提這個呢？因為這些元素剛好是屏東市那個移民文化很重要的那個開始，因為有工作機會，所以就有所謂的牛車掛的文化就帶到了屏東，所以屏東就有了嘉義、台南、澎湖、高雄等人的移民。所以我們借着這本書的收集，我們沿着萬年溪走，我們就可以看到澎湖廟，可以看到舊公園，可以走進日本時代很富麗堂皇的莫廣廳，就是林森路的那一條有旅館啊、酒店啊之類的那個環境。那又可以走到中正路上那個椰林大道上，可以看到的那個所謂的日本時代的那種所謂的行政區，它就會有那個一般的那樣子的設計。那再加上屏東市有它自己的神社，有那個公園，尤其前幾年才剛正名的屏東公園，它也都見證了這本書跟地方上面一個很好說故事的一個機會。因為其實我就常常聽到有人就說，為什麼中正公祠
会设在河边。好，后来有人是跟我讲说，就说，就是因为其实以前从高树那边砍的木，就是顺着河就刚好留在那个地方。其实中正公祠之前面，它早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集木池，那也就是说，其实你看到中正公祠旁边就是天公庙，对，所以说其实早期在那个地方，它可能就是某一群人，他会整个会停留在那里，甚至跟着水，可能会跟着那个河流，可能就往外走。往下走到其他地方去，所以说真的是从我们的每一个建筑物它所在的位置，甚至说某一些生活圈，它所存在的位置，真的就可以看得出，在不同的时段里面，这个城市它到一个发展的样貌。可是我意思有的归台问题的讲，譬如讲可以做案的城市记录的这一个算是习惯吧，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专长来说，是不是也跟你当初在不同的地方做田野调查，然后除了做饮食的一个记录之外，因为其实饮食跟当地的一个风土其实是会有连结的，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关系呢？我的背景因为在做的是文史相关的研究，所以身为一个所谓中文系的孩子很习惯的就是拿以前的历史啊，或者是诗词曲赋到中国里面去对照当地的地景。那也因为有这样的旅游习惯，所以就会在自己的生活圈或者在台湾旅游的时候，就会用在地的故事去对照在地的地景。那尤其那个地方纹理如何再现，它会让你的旅行更丰富、更有趣，不会只是在消费而已。对，那这部分我就要问一下，回到我们刚刚节目一刚开始，好，等一刚开始你是因为你的爷爷曾经在海丰，我们说行医过嘛哈，所以说你开始去了解这个屏东。那现在你已经在屏东算是我们当教书了。那对于屏东呢，你对屏东的开始，不管是城市的记忆啦，或者是饮食的记忆，你要不要跟我们观众朋友说说看？从2014年吧，我才真正在屏东生活。所以在这快10年的生活里，一直都有一些机会可以在33个乡镇去踏查。那像今年就会走进枋寮、枋山跟狮子乡，那或者是2016年的时候，担任了那个浮浪屏东刊物的主编跟采编，所以就会有机会去走入部落啦、村落、聚落，然后去看到他们公益事也好，或者是生活食衣住行也好，去做记录。那也因为有这些面向的收集，让我更清楚知道说屏东那种移民多元跟包容的那种风格。像有人在问屏东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其实屏东的味道就是在于它包容，产生出创意，或者是属于自我的那种自信感的味觉。那大概就是属于屏东很专有的味道。这个大概是我觉得屏东是值得慢慢去发现，不见得一下子就到海边，但是你在山里到平原上，事实上屏东的风景跟休闲感是很棒的。或者其实以屏东来讲的话，我哋呢地方规创，同时我哋人嘛规复杂。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其实像你这样子，不管是说当时跟着很多的协会一开始做我们认识屏东的一些踏查啊，甚至或记录来说的话，那您对屏东一个算是最初的看法，跟现在有没有很大的转变？转变很大哎。一开始觉得屏东会不会就跟我原本居住的花莲很像，就是大家所谓的文化没有这么的被彰显的一个区域。但是到屏东的这几年，除了当然政府不断的在推行一些文化设计相关的活动之外，当然你对地方的了解，社区事实上都很努力在做自己形塑自己社区营造啦、地方创生的一些事，就会发现他们有专属他们的马卡道文化也好，客庄的聚落文化，像五沟水那个地方呈现的非常好的那个聚落的形式，或者是讲吃的米食板条，或者是眷村跟移民，比如说大城义包的移民的文化，在屏东都是非常完整的。就像刚才提到大城义包，30几个村在
在屏东就有10几个村，所以屏东的那个文化的接收或者是整合的那个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有这么多元，其实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对它的认识，事实上是从研究或者是从计划案的执行，到后来去实际参与跟协助，所以就会有不同的感受。因为这个问题都有一个层面的，算是我们的文学啦，某路一的历史调查呀部分。那假如对于未来有志于做，所以说不管是地方志啦，或者是饮食这部分的一个加入者来说的话，您对他们有什么样子所谓的田野上面田调上面的建议吗？我们很需要有那个热情足够，然后具有好奇心的人来参与哦。因为田野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做了一次案子之后就 say 拜拜，然后就跟这个村子没关。你可能会成为是一辈子很好的伙伴关系，很多可以互相支援、再创生的一个契机。所以要投入田野的人，第一个就是你要有丰富的、主动的、积极的好奇感想要去了解你不认识的。再来，你要很积极的去看背后的资讯，用很稳扎稳打的文史的基础来面对现在科技时代的环境。然后再来，你的书写啦，你的倾听的能力也特别重要。也许我们善于言表，但是不见得喜欢听人家说话。其实田调很重要，就是花很多的时间听对方可能一辈子的努力，或者是他创业的精神，或者是他很小的一个动力，怎么重新被你燃起他再衍生生命的那个机会，所以大概都要有这样子的具备。可是各种我哋咧觀眾朋友，這個有興趣嘅，可能他今日來參加我哋地方文史啦，還有我哋地方美食類的調查。今日佢感謝我哋高中博士來到現場，同上按到安精彩的故事。謝謝主持人 ，Ceremony on the say。休息一下喎，都聽下啲先生來傾下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